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翁允俊。全台各地有许多艺文展览、休闲活动、限定美景，还有在地美食，更快透过镜头带您一睹为快。先来看姜母鸭，向来是冬季人气美食，不过现在不用等天冷，台南已经有业者提前开锅，成为今年最早开卖的姜母鸭店。业者主打夏季优惠，希望吸引消费者体验不一样的夏夜美食。而中医师也提醒，夏天吃姜有其养生道理，但食补仍应适量。热腾腾的麻油与切片姜母大火快炒，再放入大块鸭肉。另一头的大锅早已用小火慢炖，加入甘蔗和店家特制中药包熬好的汤头，最后和炒好的鸭肉合而为一，香气四溢的姜母鸭大功告成。虽然现在天气炎热，但还是有不少人专程来吃姜母鸭。晚上的天气有点凉爽了，然后所以现在就想说赶快来先吃一波。也没有很热，现在很凉爽，然后店里面都有电风扇啊什么的，都还可以，挺凉爽的。你看我现在也没有汗啊。吹着运河晚风，配上一锅姜母鸭，在夏天成为另类的饮食体验。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业者首次在高温的季节开店，生意虽然不如冬天旺，但持续营业，不仅维持店面运作，也照顾员工生计。我们是小月啊，所以呢，我们店有优惠价给顾客，内用的话一份就是199。钟医师表示，夏天虽然炎热，但不少人长时间待在冷气房，又爱喝冰饮、吃冰，容易让脾胃受寒。因此，夏吃姜并不是进补，而是透过适量吃姜，帮助保护脾胃，维持身体平衡。我们提到的姜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它有点散寒化湿的效果。民众如果最近发现自己常常好像觉得胃口好像变得比较差啊，或者是肚子会胀啊，全身好像很沉重等等，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中医说可能有一些寒湿湿气，所以其实我们会建议还是在早晚天气没那么热的时候，要适当运动，流一点汗，其实这个对身体的整个代谢会更好。关于夏天如何养生，医师推荐紫苏、藿香和淡竹叶3种药材泡在一起，能清热解暑，或是按足三里、内关、阴陵泉3个穴位，可以有调理脾胃、改善暑湿造成的困重感。记者车怀谈的报道。再带你来看，在燕巢有间鲜鱼汤店，靠着料多实在的海产粥和香煎鱼肠，吸引不少老饕专程前来。不论是鲜甜海味还是酥香口感，都让客人一吃难忘。一碗热腾腾的海鲜粥端上桌，鲜虾、蚵仔、虱目鱼肉，还有小卷等丰富配料铺满整碗，热气伴随着鲜甜香气缓缓飘出，每一口都能吃到满满海味。丰富配料和扎实分量，让海鲜粥成了不少饕客必点的人气餐点。阮的海鲜味是销路上介大啦，不过伊的汤就差不多爱控差不多3点钟，就是爱放洋葱，个鱼骨仔个合淡一寡迄盐啦，无下足迄落，无白的啦，是较健康的。锅上的虱目鱼肚滋滋作响，空气中弥漫着阵阵香气。老板熟练的翻面煎至金黄色后起锅上桌。另一道人气料理香煎鱼肠，搭配胡椒与姜丝点缀，也是许多人来店必点的招牌菜色。个来阮的鱼肠啊，销路嘛袂歹啊，煎起来安尼真水。伊个阮的鱼啊足新鲜，伊个真大地。伊回去北京食拢讲阮即间的鱼用6点多的磅，伊即到底拢来遮买。因为阮咧拢足青的啦，因为阮拢现客啊，当时现台安尼啊，所以当时啦，当时生意啦较好，当卖高，但个约，个共客，所以阮无客咧炖啦。每天挑选新鲜鱼货制作料理，从鲜甜的海鲜粥到香气十足的鱼肠，老板坚持以简单的方式呈现最自然的风味，也让这间小店逐渐累积出在地口碑。记者周福庆、许云慈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基隆市区有间融合在地情怀与创意美学的咖啡店，学设计出身的老板将店内打造成多元文化空间，用美食及咖啡香邀请大家遨游基隆之美。避开闹区的喧嚣，走进基隆市区的静谧巷弄，
这间外观温馨的小店，推开门，迎面而来的是浓郁咖啡香与肉桂香气。融合在地情怀空间的咖啡店，业者何宇恒过去从事礼品设计，他选择顶下这间店，将自己的设计专长与对基隆的热爱完美融合。我之前是做那个礼品设计的，那因为我开这家咖啡店是想说结合我之前做礼品设计的一些想法啊，用文创的方式跟咖啡做结合，让外地人或是本地人知道我们基隆的一些历史。店内精心陈列着以基隆景点与咖啡为灵感开发的文创商品，提供客人挑选收藏。为了让消费者能更有沉浸式的体验，店内装设了投影设备，一边喝咖啡，一边就能透过影像了解这一座城市的点滴历史。他还是想要借由咖啡店，然后结合自己原本的专业，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店里面这边还有一个投影设备。那其实我先生对基隆的文化，其实也还蛮想要推广的。除了视觉与文化的飨宴，店内的餐饮同样不马虎，从精选的招牌热拿铁、消暑清爽的西西里咖啡，到特地从南投引进的高品质果醋，搭配每日限量的肉桂卷、布朗尼、松饼，成了抚慰现代人疲惫心灵的绝佳组合。老板蛮诚恳的，然后做事也认真，他对选豆方面也非常的有研究，所以让我觉得这里是值得来的，而且它处在一个小巷子里面，让我觉得有自己独处的空间。然后我觉得来这边，我每次来都很放松、很舒服。然后下午来这边小歇一下，对我一天来说是我抒发工作压力的一种方式。咖啡很浓郁，很好喝。对，味道蛮浓郁的，而且这环境蛮放松的。他的拿铁喝完之后有一个幸福的感觉。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读一本书，老板用巧思将文创灌进传统巷弄，让这个温馨的空间成为渔港街角最美的职人风景。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不少店家会把获奖奖牌、感谢状挂在店内最显眼的位置，但台南市公园路上的阿莲牛肉汤却选择不一样的方式。店内超过200张来自各地社福团体与单位颁发的感谢状，全数贴在厨房墙面。老板林成伟说：“希望每天工作时看到这些感谢状，提醒自己公益还没有做到最好，还要继续努力。”走进厨房，可以看到整面墙贴满感谢状，算一算超过200多张，甚至只是冰山一角。对林成伟而言，这些不是荣耀的展示，而是一份责任。深耕台南地方的阿莲牛肉汤，除了以鲜美汤头与新鲜牛肉吸引饕客，近年更积极投入公益。取之社会回归社会嘛，就想说在这边。就卖牛肉汤就是有小赚钱，也想要回馈给这些就是中低收入户啊，或者是教养院的人，还是独居老人啊这些啊。目前阿莲牛肉汤与全台多家社福机构建立合作，持续提供爱心肉品资源，减轻照护机构负担。多年累积下来，已经超过100万元。团队几乎每天都在进行捐赠，一天大约协助9户有需要的家庭或单位。我喜欢他做这个公益，我一直推广他，你一定要一直做那个公益下去。我最为他一傲就是他公益做得真的好棒。林成伟投入公益的想法来自母亲的教育，经营事业逐渐稳定后，将企业力量回馈社会，未来将持续结合更多社会资源，把公益行动延伸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地方，让一碗牛肉汤不止暖胃，也能温暖人心。记者周怀谈的报道。因应路网延伸及运量需求，台北捷运发表全新列车，与韩国现代乐体合作制造的新车，预计明年5月投入营运，将配置于淡水信义线。3、2、1，请揭幕！台北捷运全新列车亮相，每列车厢斥资新台币5.9亿元，车厢内运用一字型座椅，动线更开阔，并增加立柱扶杆，方便长者抓握，也新增轴流风扇，让冷气分布更均匀，提升舒适度。还有一片是全景车窗，增加车厢采光及视野，营造明亮开阔的乘车环境。
提供最安全、可靠、舒适、便捷的乘车体验给所有大台北都会区的乘客。我们的累积载客量上个月已经超过150亿人次，去年更高达7.6亿人次，来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当然，也伴随而来的包括尖峰时段车厢的拥挤，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带给所有市民朋友更加的乘车体验，能够有更舒适的乘车环境。因此，我们决定拍板要扩充车队，采购全新的车厢。也因此，我们对于安全品质的坚持，也让我们跨海来台的全新车厢能够顺利和我们台北既有的营运系统顺利的完成技术对接，也为我们未来安全行驶打下稳固的基石，也为接下来下一个30年捷运路网安全通行打下深厚的基础。当然，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各界大家全力的支持，彼此密切的合作，包括从设计、制造、监造到测试以及系统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是用最高的标准来检视。那当然，从车厢的空间，甚至到资讯的显示，我们都要求要最佳化的呈现。所以几个亮点刚刚在简报当中也谈到，所以不管是我们对于车厢空间，我们采一字排的座位，好让动线更顺畅，空间宽敞。同时，因应我们台北市夏天比较闷热，所以我们轴轮式的空调让空气可以分布更平均，好改善闷热。另外，我们也导入 AI 辨识的系统，掌握人员滞留的情况，来确保安全。同时，我们也有车门开关的灯条，来显示，让民众更清楚的辨识。另外，还有非常贴心周到的服务，也就是我们有提供无线充电区，来因应民众临时充电的需求。种种这些，我们就是希望除了安全稳定、确保品质，更希望在每一个细节都想得更周到、更贴心，让所有搭乘的民众、国内外的旅客都感受到台北市的用心。北捷通车迈入30周年，台北市捷运路网已经超过130公里，117个车站，运量也不断提升。因此，市府拍板扩充车队，采购全新列车，预估明年5月起陆续投入营运。我记得在2022年1月，台北市议会通过捷运局所编列的相关增购电联车的预算，由捷运公司负责执行。在2022年当年的10月份完成决标，在2024年，也就是前年，我还跟交通委员会的同仁们一起到了釜山，到了现代热铁公司的厂房，去看电联车最后的一个建造的过程。当时都包在场的张志刚议员跟钟佩基议员和我们都一起到了釜山去。我还记得当时交通委员会召集人是刘彩薇议员，我们在那个地方跟热铁公司，包括赵本部长，包括他们很多公司的同仁，在他们的厂房，当时所看到的是桃园机场捷运中运量局限的车厢，但基本上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CR38EA 的车厢的部分大同小异，只是我们这个是重运量，而且更加的优质，更加的现代化。我常常讲，台北捷运不只是台北之光，更是台湾之光。我想各位常常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国际间所流传的影片。很多国际友人，即便他们的轨道运输、他们的地点比我们更早开通、更早营运，但我们在轨道运输界，台北捷运非常有名，获奖无数。但我也必须说，台北捷运真的是武林小说来讲，有点没有武德。别的国家已经看不到我们车尾灯了，但我们不满足，我们还要精益求精。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新的车厢的一个采购，不管是在舒适度上面、科技的运用，甚至在节能减碳上面，都有了更加创新的一个创举。再加上捷运公司这几年来，不管是在 AI 指引方面，或者智慧导览方面，坦白讲，这10列车厢在明年陆续在我们新一代水线上线之后，根据刚刚的简报，在尖峰时段可以增加每小时1.2万人次的运量，
一个车厢的设计、打造，甚至运输的整体过程当中，两方面的人力投入了无限的一个智慧跟精力。光是运送，从马山港到台北港，整个怎么接驳运送到北投机场来，都要耗费相当多的精力跟智慧跟经验。那我们也非常感谢韩国方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帮助。那我也跟各位报告，其实首尔是我们台北市的姐妹市，经济道议会也是台北市议会在全世界缔结的第一个伙伴议会。去年我们才在巨业饭店一起缔结，也邀请了我们捷运公司的代表一起来参与。我们非常乐见台北捷运未来跟韩国很多像现代热铁这样的一个优质公司继续合作，深化合作。新车将配置在捷运淡水信义线，预计尖峰时段每小时可增加 1.2 万人次运能。记者翁俊台北报道。南台湾最大的清水乐园、全台最大的室内全龄乐园以及全台最大的美式卖场，在今年5月底到8月陆续开幕，也为高雄轻轨沿线带来更多人潮。随着旅客增加，不仅带动邻近车站运量成长，各站的运量排名也可望重新洗牌。在高雄轻轨的38座车站中，过去以转乘站周边有知名景点或商场的站点人潮最多，其中可转乘高捷凹子底站的C24爱河之星站，去年就拿下全线运量冠军。不过，今年随着沿线清水乐园、室内全龄乐园及全台最大美式卖场陆续开幕，娱乐效益持续发酵，也渴望带动轻轨运量再攀升。对，都很方便，就是交通都很便利，你坐轻轨、捷运。还有公车什么都很方便。如果这边的生活机能都弄好的话，我会乐意来选择来这边，这边居住啊、工作这，会比较方便，交通便利优先考量啊，还有生活机能也很重要。反正都到处逛啊，所以轻轨就很便利，很好，很方便。随着这些指标性设施陆续启用，高雄轻轨沿线各车站运量也渴望重新洗牌。目前临近新兴景点的车站运量已明显成长，其中C8站较去年同期增加 24.2%， C7站大幅成长 50.5%， C6站也增加 22.4%， 显示休憩娱乐效益已逐渐反映在轻轨运量上。高雄轻轨沿线有南台湾最大清水乐园、全台最大好事多，以及即将迎来全台最大室内全龄乐园，从今年5月底到8月陆续开张。串联这些指标设施的高雄轻轨将越来越好玩，各车站的运量也将重新洗牌。目前车站运量成长明显， C8站比去年同期成长 24.2%， C7站成长 50.5%， C6站成长 22.4%。高雄轻轨不再只是通勤交通工具，也逐渐成为串联城市观光与休闲生活的重要路网。未来各车站如何吸引更多人潮，带动周边发展，将成为高雄轻轨运量成长的重要观察指标。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后到上海出席双城论坛时，希望引进上海动物园小猫熊，双方随后签署合作备忘录。台北市立动物园以白手长臂猿交换小猫熊，7月29号正式亮相。两只小猫熊的名字，公的叫乐乐，母的叫甜甜。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感受小猫熊的可爱模样。3、2、1。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副市长林奕华共同揭晓下，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的名字分别命名乐乐与甜甜。随后在保育员的引领下，公的小猫熊乐乐首先亮相，开心地吃着苹果片及饲料饼干的可爱模样，让蒋万安都直呼好活泼。乐乐真的很好哦，对，他今年3岁哦，是正值青春壮年的时候。蒋万安表示，这一次小猫熊的交流不仅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也象征双方共同承担濒危动物保育、物种多样性与永续发展的责任。今年刚好也是台北市立动物园迁园40周年，台北市立动物园长期参与国际保育工作，不仅是亚洲最大的动物园，更让世界看见台北市在濒危物种保育的具体成就。那这不只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的成果，同时也是肩负起物种多样性以及濒危动物保育、环境永续发展非常重要的责任。那很可惜，
这一次上海方的代表团没有办法来。那小动物的交流，能够对于濒危动物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这跟统战有什么关系？蒋万安感谢动物园同仁为了让小猫熊顺利来台，在这段期间所做的努力，包括专业访视、技术对接、喂养管理及医疗照护等。蒋万安也分享2只小猫熊刚来到新环境的有趣反应，笑说乐乐根本是吃货。去年9月，园长就率着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护，然后到去年12月再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6月，我们再次由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所以才能让来的小猫熊顺利来到台北。那我想接下来我们也会用尽心力来照顾2只可爱的小猫熊。园方告诉我，他们刚来的时候，公的小猫熊它听到潜意识不改它吃货的本性然后就针对保育员提供的食物大快朵颐。那母的小猫熊还是很可爱，它一开始非常谨慎，四处观望，来了解新的环境，探索新的园区。至于与上海动物园交换的动物，由原本的黑脚企鹅改成白手长臂猿，副市长林奕华也说明原因。本来的确是黑脚企鹅，但后来黑脚企鹅呢，上海动物园我们去年去的时候，发现他们就已经繁衍得非常好了，所以就变成黑脚企鹅在谈的当下有需求，但后来要正式进到交换的程序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是够多的，所以后来就决定在上海动物园，他们认为呢，白手长臂猿现在对他们的基因多样性的帮忙是比较大的。蒋万安欢迎市民朋友趁着暑假带家中小朋友到动物园看小猫熊，同时也能参与近期包括元宝在内的大猫熊生日活动，共享欢乐亲子时光。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毛小孩是人类生活的好伙伴，动物福利逐渐成为社会关注议题。新北市中和动物之家7月起转型为全国首座动物长照园区，场域内除了收容空间，还有适合高龄生长毛宝贝的复健空间。新北市长侯友宜参与启动仪式，表示新北市朝宜居城市再迈进一步。水疗空间、缓坡平台与防滑活动区。全国第一个动物长照园区开幕了，地点就在新北市中和动物之家。关注动物福祉，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在新北市中和动物之家打造高龄身障动物友善场域，参考国内外收容照护经验及专业意见后，为老年慢性疾病及身心障碍毛小孩打造的复健及活动长照空间就此诞生。不只有专业的复健设施，想到行动不便的毛孩也向往阳光与户外生活，于是有了低矮的观景窗，希望这些毛宝贝的生活能更快乐、更安心。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在启用典礼中宣布2项动物福利新措施，包括认养长照动物提供终身免费医疗照护，以及开办动物长照复健教育免费课程。开放民众报名，以实际行动提升动物照护品质。对这个高龄以及特殊需求的动物的照顾，我们会以复健的课程、健康的管理，还有长期的照顾，来做好，在他人生在老以及需要被帮助的时候，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我们特别推出宠物长照医疗的宠物卡。那这里面只要认养新北市动物之家的犬猫需要长期照顾的，它终身都可以提供在动物之家的免费医疗照顾。所以希望我们市民好朋友们对一些高龄以及特殊需求的这些犬猫，可以来给我们认养，让他们在晚年可以得到好好的照顾。行动不便的猫狗比起健康毛小孩，更需要饲主的疼爱与陪伴。新北市府推出宠物长照医疗照护卡，未来凡认养新北市各公立动物之家长期照护犬猫名单中的毛宝贝，认养后可至动保处毛宝贝医疗中心及各动物之家
享有终身免费医疗照护资源，降低认养长照动物的照护负担。新北市目前有8间公立动物之家，照护犬猫将近1200只，期待有更多毛宝贝找到幸福家庭。记者张瑞瑜采访报道。基隆市立田径场预计9月试营运，市长谢国良到场了解空间规划，并在跑道亲自体验试跑，欢迎全家大小都来运动，因为投资健康最重要，一起来运动，维持身心健康。只能说跑得很不错，真的跑完1圈哎，对啊，太厉害了。哦，有点累，而且这个跑步是临时起意，所以没有穿布鞋跟带护膝。不过这是好的跑道，市民朋友一定要来试一下。市长谢国良亲自试跑，体验这个基隆第一座通过国家级认证的400公尺标准田径场。即使下雨天也不用担心，这里也规划了100公尺的室内直线跑道，以及风雨篮球场，让选手跟市民朋友即使遇到下雨天，也能够持续训练，安心运动。基隆市的田径场其实经历过很长的一个过程，大家都知道。那甚至被2次发包。那我一上任以后，我们做这些整理，现在在3年内，我们把成绩端出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可以认证比赛的跑道，还有呢，就是各类的运动的一个室内有雨遮的设施空间以及室外空间。未来我们更想打造一些复合式的一个太阳。让室内、室外运动的朋友，让上课的朋友，甚至让喜欢喝杯咖啡休闲的一个这样的朋友，都可以在田径场这个很舒服、很健康的环境。我也鼓励大家多运动，投资健康。多运动就是要投资健康，就是投资在自己的幸福身上。所以，我想田径场快要收尾了，我们还有很多细节要有待完成。但是我相信完成以后呢，会是一个让大家非常开心、非常幸福，而且运动会健康的一个本市的一个重要的运动设施场地。田径场工程目前已经进入最后收尾阶段，预计9月试营运。未来田径场跑道将维持24小时免费开放，欢迎每位市民朋友、全家大小都来跑步、散步、运动休闲，一起投资健康，享受更好的运动环境。跑者来说，有时候跑就没有办法带孩子。那我们现在希望他的室内空间，不论是做科技运动、AI 或者是亲子，然后我希望它会有复合式的品牌的不管是咖啡空间或是怎么样，都可以替更多的市民朋友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消费跟活动的太阳。我前一阵子到新加坡参加世界市长的高峰会，在看他们当地的社区设施的时候，就有发现说，他们把各类不同运动为主，但是其他的生活太阳都绑进去同一个设施里面。它的目的就是要让市民、不同族群、长者、孩子，当然一般的家长，大家复合式的都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去享受这个空间带来给他们生活的各类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上次去新加坡取经的时候，我也有把田径场应该有更多复合式的一个这样的使用纳入我们的一个想法跟考量，可以给市民朋友更多更宽广的活动太阳。除了专业跑道之外，基隆市立田径场也结合智慧管理、运动医学概念，打造更友善、更完善的室内运动环境。而停车空间也同步升级，共提供378个汽机车停车位，让民众到此运动休闲更加友善便利。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高雄市有4座焚化厂附设游泳馆，各有不同的特色。今年吸引都超过29万人次造访，民众只要花铜板价就能一次享受多种运动设施。附近的民众也都大赞 CP 值超高。炎炎夏日，不少民众选择到游泳池消暑。高雄市4座焚化厂附设游泳馆，因设施多元、收费亲民，成为不少家庭与学生的热门去处。每年吸引超过29万人次入馆使用，不少民众直呼花铜板价就能玩一整天 ，CP 值超高。运动啊，或者休闲，要咧报倒球呢，用回馈呢。有的才教室嘛。哎呀，无了较俗的，这个是焚化炉回馈，叫做休闲的好啊。游泳对咱身体真好啊！拍球嘛好啊！拍球我无几块刀啊尔啦，加几条较好啦。好啊，外来嘛好啊。伊这是迄个焚化炉的回馈呢，
嘿啦，我是感觉袂歹啦，但是哦，内底设备嘛较通做的这个。高雄市有中区、南区、仁武、冈山等4座焚化炉，为了回馈地方，皆设有游泳馆，提供民众使用。其中中区设有大型泳池、SPA 水疗池及桑温暖等设施，还开设舞蹈、瑜伽等才艺课程，提供民众运动健身及休闲娱乐，一直深受民众喜爱。因为我们中区资源回收厂的游泳池，那拥有SPA池跟桑温暖哦，那很多民众觉得我们的设备很好啊，那因为里面还有桑温暖烤箱，那我们是这些空间是男女生分开的，所以他们觉得很有隐私，所以觉得很有安全感，他们的体验都还不错。焚化厂附设游泳馆，兼具运动、休闲及公益功能，希望提供民众优质且平价的运动休闲空间，鼓励民众培养规律运动习惯，也让更多家庭在炎炎夏日有舒适安全的消暑去处。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桃园大溪的国道3号埔顶绿廊道，也就是原住民族主题公园第2期工程，在7月31日完工启用。这项工程耗时180个工作天，总经费超过1809万元。不仅将原本荒废的土地大改造，还融入了百步蛇光影、织布彩绘等部落美学，未来将成为网美打卡的新亮点。带您一起来看看。热情的原住民传统舞蹈为活动揭开序幕，现场气氛热闹非凡。随后，由部落长老头目带领，举行庄严的神圣祈福仪式。阿多，一定呢，你嘛都拿巴拉，我去巴拉爱，他们。Salome amihan, ni patangan kita dan wakapahau kita ululai cekasaan Cibaratau。桌上摆满了满满的小米、谷物与米酒，长老以虔诚的心向天地神灵及祖灵表达感恩，接着将米酒洒向地面，完成祈福，祈求这片全新启用的土地能护佑每一位来访的乡亲。这座位于大溪区国道3号埔顶隧道上方的绿廊道，是桃园市原住民族主题公园的第2期工程。桃园市长张善政也亲自到场主持启用典礼。他强调，这不只是一座公园，更是桃园多元族群融合的最佳展现。3年前，第1期公园我们启用，那么经过1年多的施工，1800万的预算，我们把这个第2期公园能够今天顺利启用。那么这2个公园都是在国道3号埔顶隧道的上方。那么我们把这个空闲的土地做最好的应用，特别彰显在桃园我们原住民多元族群融合的特色。那么在第2期启用以后呢，我们还会陆续再放更多的装置艺术，来凸显原住民的这个文化特色。有别于一般传统公园，埔顶绿廊道充满了丰富的原住民意象与生态环保概念。公园的步道采用了象征重远的藏红色、土地的亮黄色，以及代表森林天空的青蓝色，交织出独特的环状健康廊道。最特别的是，廊道上方结合了仁和国小学生的创意彩绘帆布。到了正午时分，阳光洒下，还会在地面的座椅上形成类似百步蛇纹的图腾光影。因此，整个也感谢原民会有支持1000万的预算啊，也谢谢我们原民局，目前在进行我们整个原民艺术的规划设计当中。而我们这个比较特色的是，我们有一个织布的彩绘回廊啊，而这个回廊的部分是由仁和国小他们学生发生创意，当他们创意之后，我们做成帆布。就是我们在织布廊道的部分，在正中午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它整个阳光打下来之后，它会有一个整个大概知道这整个座椅会形成一个类似百步纹的那个独特的那个身影的样子，所以变成是一个自然光跟樱花意象的结合，需要打造民众来这边打卡的那种网红的景点。为了降低对下方国道隧道的负担，工程特别采用了轻质混凝土与减碳环保砖，更大量保留光蜡树等原生树种。市议员简志伟也表示，第1期工程曾荣获工程界最高荣誉金质奖。
这次2期工程成功将荒烟蔓草的废弃空地转变为广阔的休闲绿地，是桃园市原住民族的一大喜事。所以我们在紧邻的旁边大概紧邻的一个空地，原本是荒废、荒烟蔓草，几乎是废弃使用的一个空地，我们觉得很可惜哈。我们在争取把它能够整理起来，能够提供我们的市民来这边休闲的朋友更多的一个绿地空间，融入我们原住民族的文化内涵提供我们市民朋友有一个生活美学的绿色环境，一个公园。未来市府在原民会的支持下，还将投入约1000万元预算，持续增加特色装置艺术，期盼将这里打造成桃园最具指标性的原住民活动场域。记者李承浩桃园采访报道。被网友封为最辣日文老师的网红长濑昆尼，过去以火辣身材和社群互动引发高度关注。暑假期间，他和台南市议员蔡丽青合作，规划免费的公益日文讲座，主打超生活化内容，且不用死背文法和单字。第一场讲座原本是锁定60岁以上的族群，但现场却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粉丝到场朝圣。大家只要记得辣妹吃拉面，所以拉面就叫做辣妹。被网友封为全台最辣日文老师的网红长濑昆尼，18号现身安南区一场日文公益小学堂，一出场就成为全场焦点。这次他专程从台北南下，就希望用生活化实用的日文教学来走入基层社区，让长辈都可以一起出来学习。所以日前主动和台南市议员蔡丽青团队商讨，在暑假期间先规划2场免费公益课程，结果首场就吸引不同年龄层的男女老幼到场朝圣，大家都充满学习动力，相当期待。我就对日语有兴趣，然后也没什么基础，想说来听听看这样。当时啊，要来去佚佗要日本佚佗嘛，较会晓讲些啦，礼仪啊啥较会晓讲。所以对课程最有期待嘛这套课程，然后要怎么做，可以吸引到，可以陪伴到一些长辈们，让长辈们可以从家里面走出来，然后一起来做这个爱心公益活动。那他的专长是日文，然后他就是完全免费的，1个月1次来跟我们的长辈们这样互动联谊，然后从简单的生活让他们学习日文，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很感动，一直鼓励长辈们走出来联谊，然后带动整个社区的情感，也让我们多元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过去在荧幕前上课总是多了分神秘感，不过这回却是近距离和台下学员用有奖征答互动，特别是颠覆传统史记文法的方式，把拉面、寿司等饮食的实用对话都搬进课堂，感谢粉丝一路以来的支持。社群媒体上面还是一直有日文教学的东西，然后还有 DJ 表演活动等等的，所以他们不管是我当老师的角度，或者是我当 DJ 的角度，他们都非常的支持。语言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通过这种轻松贴近生活的互动，让大家发现学日文其实可以很好玩。也希望下一场8月15号能有更多民众报名参加，一起来海南里活动中心快乐学习，开口说日文。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新世代主播夏令营第1梯次在中嘉宽屏双子星办公大楼举行，参加的学生从国小3年级到6年级都有。课程邀请多位专业师资联手授课外，还安排实境操作，包括配音、摄影及新闻采访，并坐上主播台播报新闻。每位学员都收获满满。中嘉宽屏3冠王双子星新世代主播夏令营第1梯次2天课程，除了邀请外面讲师在新媒体时代教导小朋友如何运用 AI 人工智慧与认识媒体素养，希望小朋友在2天时间好好学习。其实这2天都是每一次我们公司最具有活力的2天，但是也是我们工作同仁最头痛的2天，因为小朋友真的是太活泼了然后
我们的年纪跟大家都有点差别，大家的体力没有像各位这么的好，所以也感谢大家这2天的参与哈。后面也要跟我们哥哥姐姐感谢的，就大家尽量表达哦。那也会有在一些什么你们的影片，到时候也会提供给你们哈。所以有机会的话，觉得好玩，可以跟你们的同学、跟你们的家长宣传一下，明年度可以再来。而实境操作有声音、口语表达与商业摄影指导等。另外还有资深主播郭文吉与秦碧纯亲自指导新闻采访与节目访谈面对镜头的表现技巧，透过角色扮演与分组采访训练，提升每一位学员的自信与表达能力。在2天的时间，我想请问这一位观众小朋友，你有什么感想？然后有什么心得？还有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这样可以参加活动机会很难得，所以我就直接跟妈妈说，那我想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实际参加之后，我觉得这活动真的很好玩，它可以体验，而且还可以让我知道报道不要随便相信，让我得知很多新的知识，我觉得很开心。你小时候最常玩的游戏是什么？打弹珠，我喜欢打弹珠。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发挥团结合作，这样好几个要玩一起玩不能一个人玩哈。而压轴则安排小朋友亲自坐上主播台，实际操作摄影机与幕后设备，搭配专业化妆师林婕妤的造型指导，完整体验新闻制作的台前与幕后，让小朋友从看新闻跃升自己播新闻。大家好，我是梁之玉，欢迎收看7月24日星期五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26新世代王播夏令营活动，邀请对传播领域有兴趣的台南学子一起到摄影棚。2天课程内容丰富有趣，让参与的学员更认识媒体。感谢您收看7月24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吴一凯，我们再会。经过2天授课与实战过程，每一位参加营队小朋友都收获满满。主办单位最后也一一颁发结业证书，而这期来不及参加的小朋友，8月12、13还有另一梯次。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 AI 播报。由台南市社会局指导，台南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主办的跨县市青少年交流竞赛活动“台南青力机动计划”日前在后壁高中热闹登场，吸引来自台南、高雄及嘉义县市近600位12到18岁青少年齐聚一堂。活动透过团队合作竞赛，结合趣味科学体验与 CRC 儿少权利教育，设计多元闯关及互动课程，让青年朋友在暑假期间探索科学知识，认识自身权利，同时培养团队合作与问题解决能力。愿 CRC 与我们同在。来自台南、高雄以及嘉义县市的青年学子，以分组合作的方式挑战各项闯关任务，在游戏中学习 CRC 儿童权利公约精神，了解儿少权利的重要性。透过寓教于乐的活动设计，不仅提升参与感，也提供青少年一个健康、正向且具教育意义的暑假。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朋友今天来参加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然后透过益智活动，然后还有团队合作，然后来这个刺激自己的大脑，也培养团队合作的精神。儿童跟年轻人是我们将来的指望，但是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到底是在减少他们的力量，还是增加他们的可能性呢？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有棱有角的个性，增加了更多元的一些能力以后，他们会更有办法能够更圆融的融入整个大环境跟世界。今年活动以玩科学、动权力、创未来为主题，融合科学实验、互动体验及团队挑战，让青年朋友在闯关过程中激发创意，学习团队精神，也从实际参与中深化对儿少权利的认识。来到这边的话，我可以看到摊位前面都有贴那个介绍儿少公约的一些条文，然后在活动开始之前啊，又有宣读一些，比如说像支持儿少什么的，然后
这一场活动下来，我觉得我就是可以更加认识什么叫 CRC 儿童权利公约。开幕仪式的时候，主持人也有去介绍 CRC 的那些原则，然后前面有一些开幕式的表演，然后邀请的也都是青少年为主呢，还有什么电音三太子，我觉得蛮新奇的。然后像是现在的话，也有台南一中还是佳琪高中的学生，然后在表演。然后整个活动会场是有科学闯关活动，然后主要就是围绕着以科学为原理知识基础，然后还有说以认识 CRC 原则为主的活动，然后可以让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就是不分年纪都可以去更了解这些东西。台南市社会局指出，透过跨县市交流竞赛，不仅促进公司部门携手推动青年培力，也让青少年在合作互动中拓展人际视野，建立自信与责任感。未来台南市青少年福利服务中心将持续办理多元培力及志工服务活动，打造更多青年参与与公共事务的平台，陪伴青少年发掘潜力，勇敢逐梦，为未来累积更多成长能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外木山显安宫每年持福王爷圣诞的重头戏王爷巡江热闹登场，透过祈福仪式保佑渔民丰收。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与市议员宋伟丽、郑凯琳等多位贵宾在岸边迎驾祈福，共同推广这项传统宗教文化的特色。王爷海上绕境巡江的船队开进外木山渔港，港内鞭炮声迎接。这是外木山协安宫多年的传统，每年农历6月18号持府王爷诞辰，透过盛大的绕境巡江，保佑渔船丰收，渔民作业平安。跟随着绕境队伍，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民政处副处长盛惠忠，跟市议员宋伟丽、郑凯琳，还有立委林佩祥秘书童义娟，跟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都来到现场祈福，见证这项传统的宗教文化盛事。每年的6月18，我们的绕境的意思是我们讲一句是禁海啊，禁海就是在海上哦，一些渔民啊能够出海平安啊，赚钱这样啊，保护渔民是这样的。这个历史在我知道已经差不多100年了啦。我们这里出去从绕到台北县那个深澳渔港，再绕到金山红港哦，红港渔港都沿途绕回来，是这样。好棒，我觉得好感动哦！协安宫有这么好的文化，100多年来了。然后王爷的圣诞千秋，他的生日，他还想到是所有渔民的平安，去洒净，让大家平安顺利，捕鱼的渔获量很大。很感谢协安宫在地方扮演的重要角色，也谢谢议座对我们的支持，希望大家一起守护基隆。1年1度的这个王爷绕海境哈，我想最主要原因，希望海上的一些好兄弟呢，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渔民，能够渔获大丰收这样子。对，期望大家都平安健康顺利。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这个协安宫的海上王爷祭。那我想佑德每年都有来参加。那今天早上我也起了一大早，我们在这边我们一起就是把船一起送船这样子。那今天也是非常充实，那也祈求我们外木山这边也好，还是我们渔民呢，都一切平安，大家都阖家平安。这是1年1度我们协安宫王船绕境的活动啊，跟往年一样，还是有很多我们喜欢这样的活动的民众来参加我们地方上面的民俗活动啊，1年比1年越办越好。我们也祈求所有的渔民能够海上作业都来年都能够平平安安所有的市民好朋友大家都能健健康康。传统庆典，还有渔村妇女准备了丰盛的在地美食，让参加活动的游客、信众跟各界来宾感受到渔村的活力与热情。产发处处长蔡富宁表示，市府将与庙方持续推动传统文化的保存，让各界看到基隆海港宗教文化的特色。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2026桃园国乐节8月1日登场，连续3个周末带来6场精彩演出。今年适逢桃园市国乐团成立10周年，邀集国内外音乐家跨界共演，邀请民众一起走进音乐厅，感受国乐艺术魅力。
2026桃园国乐节即将在8月1号到15号盛大登场，连续3个周末推出6场精心策划的精彩演出，以大音牺牲为主题，不仅汇聚台湾各地优秀国乐家，更邀请日本、新加坡及澳门的音乐家跟专家学者齐聚桃园，展开跨国跨世代的音乐交流，邀请民众一起感受国乐艺术的魅力。桃园市的国乐团我们成立了很久我们国乐节有13年，那国乐团呢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右上角这个也已经成立了10周年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成立了10年那所以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演出我想也算是一个10年之作在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林团长还有文化局邱局长这个一路走来，让我们的这个国乐团应该可以越做越好。那未来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国乐节继续举办当然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国内所有的国乐界的先进一起来共襄盛举让我们的桃园的国乐节能够越办越好。今年适逢桃园市国乐团成立10周年，活动融合传统、跨界跟创新元素，呈现丰富多元的国乐面貌。期待透过精彩且高水准的演出，为乐迷带来丰富的艺术飨宴，也让更多市民亲近国乐、认识国乐。那当然还有来自海外的朋友，刚刚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日本、新加坡这个香港、澳门都有这个，所以我想这一次国乐节的这样的一个盛会事实上就是集了海内外的力量大家一起来让这个国乐被更多人听到看到。所以今天非常高兴有一个机会也希望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所有的桃园市民以及台湾全台湾爱好国乐的好朋友都能有机会来桃园利用这个暑假这个8月上半个月的周末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听一听我们桃园的这个国乐节的这个精彩的地方。2026桃园国乐节规划100人国乐总动员、100人二胡国际共演及跨界融合演出，还有一曲入江湖，融合金庸武侠跟霹雳布袋戏经典配乐，邀请大家8月1号起连续3个周末一同参与这场立足桃园、连结世界的国乐盛典。记者赖伟一同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翁宇俊，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跳大的了吗？拉豆！沈大哥，等等，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115年起，驾照换照年龄下修至70岁哦。换照时不只要体格检查，75岁时还要做认知功能测验，还免费提供最新交通安全法规教育训练。提早70来换照，多多阻塞，啪啪照。今天我载你。OK， 政策上路之后记得去换照哦。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换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我负责清点防灾包。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我负责照顾阿嬷。我负责照顾小乖。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要是对你不好，好不要。抽了会不会出事啊？要抽吗？你怕屁啊！你知道抽到我们台湾是违法的吗？我朋友他们就说，偶尔抽一下放松一下没关系的，而且我可以控制的。你觉得你可以控制？可是昨天你在路上驾驶，差点发生事故。订旅宿最怕订了，却被告知入住原本不存在的2馆；住旅宿最怕去了，结果发生不预期的意外；订房汇款最怕汇了，最后碰上诈骗。拒绝非法旅宿，选合法就上旅宿网。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
证件麻烦一下。我这边有更爽的。毒品唾液快筛。我不要啊！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检测为阳性的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修侥幸，快筛新法立现行。何これ？姐姐，在斑斑。眼睛，眼睛淹水图示可以看到快要淹水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3级要注意，2级是警戒，1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库要换流。行动学琴 APP 放在带小夫。哇，终于到台北了。这边看起来不像有民宿啊。你有闻到烟味很重吗？这排水管这么脏是正常的吗？Who are you？ 日出